三，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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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。
各位兄姐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，搁伫礼拜日会当看到恁。我伫遮我拢爱讲真欢喜看到恁吼，因为咱要来见上帝，咱搁会当看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相见面，这拢是足欢喜的代志。有咱真侪兄姐，大家因为身躯的关系，所以袂当来到教会。因为我做关怀的事工，所以定定有去探访的时阵，因这兄弟姊妹，伊讲人因拢有伫山顶哦，嘿，所以伫山顶的兄弟姊妹嘛，大家嘛平安吼。因为顶礼拜我去探访一个立玉姐，阮拢叫伊立玉，她叫吴玉啦吼。真久无来差不多1年无来伊一看到我的时阵，伊就甲我讲：你有较好无？我想讲，你哪会知影我有较好无？但是我知影伊咧问啥物，因为我差不多三礼拜我有带状疱疹，真严重。有一礼拜的时间，我拢毋知影迄叫做带状疱疹，因为毋捌去着着吼。所以我真感谢主，虽然因无来，因嘛拢咧关心咱教会的代志，因嘛是有咧注意，嘛咧甲咱同齐敬拜吼。对伫即边我着着带状疱疹，我则想要讲，就是讲，因为前一礼拜我毋知影迄叫做带状疱疹，是干那因为我左半边足疼安尼。我想讲，哪会遮疼？我一直怀疑讲是毋是其他的器官的问题。其实拜五来练歌的时阵，我就是讲，你要练歌，就嘛是爱来练歌。拜六，我就想讲拜六，因为我要过去探访。我想讲拜六安尼先来找牧师，甲替我祈祷。我去探访的时阵，大家拢无时间，其实牧师伊拢毋知影我咧要找伊。无迄天我都无，嘛是足疼，因为都是足疼，丢的疼。有人疼过，就知影讲带状疱疹是足疼，是丢的疼。我想讲无好，无要紧，礼拜请牧师搁甲祈祷，我拢未去看医生。咱礼拜拄好咱松父主日嘛吼。我迄天我输咧，牧师2顿，我嘛2顿。下晡牧师爱迄个受洗课程。上课我嘛每礼拜下晡，我拢甲几个姊妹同齐读圣经。嘛安尼佫无用一天。我煞的时阵要找牧师，牧师嘛咧无用。我著佫转去，我找2天牧师，伊拢毋知，伊即摆嘛毋知影。我找伊2天，我想讲，当然我有祈祷，我祈祷上帝讲到底是安尼丢足疼呢。疼甲就动袂掉因为我后面也有长水泡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叫做带状疱疹吼，人叫我皮蛇啦吼。毋过我一直祈祷上帝，我感谢主，嘛感谢咱兄弟姊妹为我祈祷，因为我拜一的时阵，我得着讲这就是带状疱疹的时阵，我就请我的关怀组的群主为我祈祷，因为实在足疼。毋是干那疼，佫困袂去，问题是困袂去，暗时佫困袂去，所以迄款疼足艰苦。我感谢上帝，互我经历到安尼遮尔艰苦的时阵，互我知影有去探访的时阵，知影咱遮的兄弟姊妹因的痛苦，因伫艰苦的时阵，我会当体会到讲因的艰苦。所以我感觉，无论咱伫什物环境内底，即种上帝必办互咱的。我即马有较好啦，感谢大家吼，我即马较好但是嘛佫会疼。感谢大家安尼伫咱的教会，咱是上帝有设立教会，设立咱足一个团契，是要互咱互相关心、互相相疼，伫遮互相迈进啦吼。伫咱行天路的时阵，同齐迈进，同齐进步安尼吼，真感谢主所以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真感谢你，阮实在毋是因为阮的才调，主你才来竞选阮，成做你的囝儿。主啊，你是无条件用遮尔大的疼痛来疼阮，互阮会当伫你的内面享受安尼的恩典。主啊，帮助阮，互阮伫这逐日伫领受甲主结连的时阵，对主你的话语来帮助阮，互阮逐工拢有气力来行天路，互阮毋拿阮家己享受安尼疼痛尔。阮嘛要将即个福气来分分互阮身躯边的人，因为阮知影，上帝你毋是互阮逐工拢是好天，
有时嘛是会落雨。总是伫什么环境内底，拢是主你为阮陪伴。阮要为遮的来献上感谢。愿主，阮伫你设立的圣日，阮伫遮同齐要来学了你，感谢主你。愿你的话语来充满阮每一个人，互阮的性命会当为主你来献上，互阮一世人跟对你。行主你的天路，阳光拢归乎你。阮安尼祈祷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。咱即马要来开始今仔日的练诗。咱今仔日有3首诗要练，第一首咱请献到266首，请来咱着主唱歌。这首诗短短敢若有2节，咱2节拢做伙来甲练一遍。这首诗歌原本是爱尔兰的民歌，就是民谣啦。伊的作词者 Scottish Sutter 是一个苏格兰的作者。我真欣赏这本圣诗，真爱唱这本圣诗有一个理由，就是讲这本圣诗除了为将真侪欧美经典的作品拢甲收入来以外，伊将全世界各国足侪当地的民谣，我那甲填曲起哩写曲而且甲填词起哩，变做咱的圣诗。我感觉这是足精彩的，而且水准足悬的一本圣诗。咱民谣这种物件，就是亲像因无一个特定的作者，伊是产生在土地顶悬，人甲土地的互动。这个风吹过树木，吹过田园，溪水流过山野，也是海鹰咧拍海岸，这种自然环境的声，以及人甲自然环境的互动，会产生一寡韵律，产生一寡声音。这款的声音自然形成一种曲调，这就是民谣的产生。这种民谣的产生，常常有人讲民谣甲风俗，这拢有上帝的脚印在内底。所以，这种上帝的脚印，咱甲收集起来，然后咱会当了解到上帝在世界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角落，伊的脚印、伊的作为、甲伊的创造，咱透过诗歌会当来了解。所以，咱过来这首歌，咱搁来甲吟一遍。情
真好，咱即马阁献到394首，394首，这是咱真熟的一首诗歌啦。这我若是曲调吼，我相信大家咧吟的时阵，拢会感觉真熟悉，因为这我若是敢若台湾的民谣，迄当阵宣教师伫厦门遐所收集的一首歌曲。这其实这种风格甲台湾的一般的民谣，亲像平步调，真相像。所以大家咧吟这首诗的时阵，我拢感觉真欢喜。毋是因为这首诗拢是伫礼拜要刷的时吟，是感觉这种曲调有一种亲切感，有一种亲切感。咱这拢总有4节，咱拢总甲吟一遍。一时礼拜日要刷，大家吟诗通是线，心肝常常听到背，望后期搁聚会，六日所做着事儿，大项照主所教示，事拢通相照法度，正通望主保护，嫌菜有时受艰苦，顿论我各主照顾，困求天父是恩惠，得着圣神大恩惠，经过7年那坚固，亲像金乐回路，世间艰苦莫失志，天堂安乐永福气。这首诗除了曲调咱真熟以外，伊词嘛写得真水。特别我唱到第4节的迄句“亲像黄金落花露”，这句话时，我大概看这句感觉足感动的，因为这句话其实在咱的俗语内底用，用短短一句话，伊其实内底显明足多意思。伊讲经过7年啊坚固，咱伫人生内底拄着的艰难试炼，这是上帝要将咱炼净啦，将咱这原本有杂质的人，经过这试炼，咱会当变做愈好愈顺的金仔同款，纯金啊，比原本有杂质的金仔更较好。所以大家吟到这段，就感觉真感动，而且这有真深的意涵在内底。咱将第4节咱去吟一遍，好无？经过7年那坚固，亲像金乐回路，世间艰苦莫失志，天堂安乐永福气。好，咱煞接搁吟226首。226首，咱着感谢上主至大。咱吟头前2节。咱着感谢上主至大，做咱拯救照伴，大家着来到伊面前，出声乐无衰。
咱红真心来进入今仔日的礼拜。阮得到帮助，是靠耶和华的名，伊是创造天地的。无论什么所在，有两三人伫我的名组织，我嘛伫伊中间。咱做伙来吟诗，圣诗第266首，请来，咱就向主唱歌。圣诗266首。请来，咱就向主唱歌，做声称赞无煞，同心合路，拯救石盘，大声欢喜唱歌，请起立吟全首。请来，咱就向主唱歌。称赞无煞，同心合路，拯救石盘，大声欢喜唱歌，咱头上的面前，好路感谢。真济，下面咱用主教士的祈祷文来祈祷，请愿伫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灵教，
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，也因你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绝阮的日期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请掀开三角来启用，咱掀开伫圣经后边启文第23篇，就是诗篇96篇。启文第23篇，诗篇96篇，显着咱三角来启用，着对上主唱新的歌。着对上主唱歌，称赞伊的名。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。因为上主至大，应该受极大的称赞。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。尊贵甲威严包围伊，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，就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予伊，就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。对万国宣布，上主作为王，世界坚固袂动摇。天着欢喜，地着快乐。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。上主得来啦！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。下面咱三角来祈祷，全力永活的上帝，天地的主宰，疼痛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日日保护、赏赐阮，逐日拢有教业，恩典满满。阮要感谢你，将独一圣囝，阮的耶稣基督赐予阮，用牺牲的宝血救赎阮。阮要感谢上帝，赐信心甲阮伫地，伫教会甲正会友，甲阮所做的一切侍奉的工，拢甲阮伫地，赐阮快乐甲帮助。阮要拢献上感谢。主啊，恳求以你的荣耀眷顾阮，互阮伫你的面前专心虔诚敬拜，会得到你应允。赏赐恩典伫谦卑，搁心来颂扬的人。主啊，恳求你拯救阮脱离灵性的冷淡、意念的分散，互阮有安定的心思来敬拜你，互阮对虔诚的忏悔会得到阮所需要的恩惠。我嘛要为着世界的和平来祈祷。主啊，一切真理甲公义拢是对你来。阮恳求伫正百姓心内，会使点燃迄个爱和平的火种，互你的国和平临到这世间，互世人拢会使认捌你的疼痛。最后，阮为着教会牧者、中职同工甲正会友来祈祷，求上帝，互阮伫事奉顶面，更加忠实敬虔，互阮对信仰更加坚固追求。我嘛要为着遐无熟悉你的
甲密实的人来祈祷，求你的恩典怜悯临到因，互因对过去的无知甲罪恶中逃亡，互因会使看到对主遐来的真理甲智慧。以上，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，记载伫圣经《使徒行传》24章10到16节，《使徒行传》24章10到16节，伫新约的164页，沿着我来读。总督顶头甲保罗讲，伊就应讲：我知影你做即邦国的审判师侪年，所以欢喜分诉家己的代志。你会知，我上耶路撒冷敬拜到呾不过12日，因毋捌拄着我伫殿内甲人辩论，也是了动众人，就伫会堂嘛无，也无城内也无。现在我所告我的事，因拢袂话对你显出证据。独一项，我对你捌，我对你认，就是因叫做结党的路，我照安尼来服侍列祖的上帝。国信拢作合伫律法下，以及记载伫先知的册下。我对上帝有仰望，就是无论义人甲不义的人，拢国我。这也是因家己所得羡慕的。我伫即个家己练习，就是对上帝、对人，常常存无亏负的良心。圣经读到遮，下面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，烦恼有爱。
下面咱要请郭牧师甲咱讲道，伊要讲的是三款的毋望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上帝伫你的面前，阮感谢你。过去的日子，每一天你拢互阮领受你的平安甲喜乐，嘛互阮伫面对未来的人生，阮有一个永远的愿望。愿做你看顾你的话语，互阮会当领受真侪阮灵命的美流。一时刻恳求圣神甲阮同在，帮助阮明白你的旨意，帮助阮领受对你下来的祝福。愿用以下的时间，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愿主你亲身来引带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每一天的早起，我毋知恁起床了后，恁有啥物款的期待无？今仔早起你起床了，毋知你来到教会，你有啥物款的愿望无？我想，咱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期待甲愿望伫咧。咱伫每一个人生的阶段，咱犹原有无共款的期待。做学生，期待讲我即届考试会当考较好。到3年级的时阵，愿望讲我会当考到一间好的学校。要毕业啊，期待讲我会当找到一个好的头路。一站一站，咱每人生的路站，咱拢有无共款的期待。我知影在座足多，即摆拢一直咧准备啊，也是讲已经咧做工做马，咧等待一个新的影仔要出世，有一个期待伫咧。总是现在，你有啥物款的期待无？也是讲你有啥物愿望伫你的身躯顶无？我想，若透过《使徒行传》，保罗伫也未认捌耶稣基督进前，伊正做一位犹太人，而且伊真熟悉的律法，伊嘛真晓辩论，伊嘛真谨守咧守上帝教示的人。所以伫迄当时，伊也未认捌耶稣进前，伊期待是任何对犹太教有意义的遮个人，伊要将伊除去。伊上要做的，就是要坚固这个信仰的纯正，袂当有任何的这种杂质伫咧这中间。但是当保罗伊记了主了后，我想伊上大的期待，伊上大的愿望是，要将耶稣基督国外的信息传遍天下，要互众人拢会当来归信耶稣基督。伫使徒行传，咱读的今仔日是24章。伫23章的时阵，咱会当看到保罗对耶路撒冷，伊互迄个军队的指挥官，伫暗暝的中间送去到凯撒利亚总督的会议的所在。为什么遐赶紧？是为着要避免伫犹太人中间迄种较极端的人，因计谋要害伊的代志来发生。因为保罗迄时阵伊有一个罗马公民的身份，所以这个指挥官也真细腻来处理。伊毋但是派军队来护送伊去到迄个所在，而且佫写一张批。清楚表明伊家己对保罗这件代志的观点，伊无发现到保罗受任何应该处死的理由，也是所犯的罪。所以，当伊知影保罗拄到这犹太人咧甲控告的代志，是属伫犹太人律法，也就是宗教顶面的代志。但是保罗虽然伊互人保护，也是讲伊受关伫监狱的时阵，伊无袂记得家己的使命，就是要来传扬主耶稣基督国外的信息。所以咱看到保罗，伊袂因为犹太人要甲告，
要想要甲杀，伊就为家己的冤屈咧辩护迄个时阵，伊悠然伫公开的场所，勇敢咧宣扬耶稣基督国话的信息。耶稣基督亲身甲保罗讲话，爱保罗真勇敢罗马去为福音做见证。所以当今仔日咱读到24章的时阵，伊记录到耶路撒冷的这位指挥官，将伊送到这个总督腓力的迄个所在了后，有对耶路撒冷遐来的大祭司、长老以及因所聘请的这个律师帖土罗，来到总督腓力的面前，伊要控告保罗伊的罪行。这个动作显明了一个信息，就是因要让保罗完全停止去宣讲耶稣基督国话信息。所以咱当你看到，伫当时因要传扬耶稣基督的代志，实在是困难的。这嘛毋是现主时咱会当体会的。所以，当即阵犹太人控告保罗想要甲杀的时阵，保罗伊伫即个法庭的中间，伊亲身为家己来说明。对方派出来的代表是犹太人即个会议中间的一寡成员，除了大祭司啊，包括长老，而且佫聘请一位律师，即个。毋是讲因真慎重要来处理保罗的问题，其实是因决心想要除去保罗，要将保罗杀死。所以咱会当看到这位律师，伊所提出的内容，看起来敢若是咧称赞这个总督腓力是一个真贤明的人。但是咱若对后壁继续看到26节的时阵，会更较清楚，因为当路加咧记载这位总督的时阵，伊讲伊是一位真爱钱财的人，特别伊会这的囚犯要来甲因摕这个贿赂的钱，所以这种会摕人钱的官员，其实无可能嘛袂是一个真贤明的统治者，也是讲伊会实行人民的需要的官员。所以，当这位犹太人伊所聘请的这位律师，伊是一个真公然咧恶扰这位外国的统治者，伊却无受到大祭司因的阻止，这是明显违反了犹太人的原则。所以，这位律师除了称赞这位总督腓力以外，伊控告保罗的理由是。这个人是一个真危险的人，伊伫全世界犹太人的中间，咧制造这个动乱的事。伊阁是拿撒勒派的一个头，连圣殿嘛要甲亵渎。这种的控诉其实无意外，因为伫早期保罗，咱看到保罗咧传福音的时间，保罗每到一个所在。拢是入去到犹太人的会堂内底，伫会堂的内底，咱看到保罗咧甲犹太人辩论的，就是信仰的问题。所以当时甲遐犹太人定有一寡冲突。所以对犹太人来看，保罗所军队耶稣所信的基督教，伊是其中的一个团体尔。所以将保罗伊所信的耶稣基督的军队者，看做是拿撒勒派的一分子，但是真正控告保罗的罪名，是伊连圣殿嘛要来亵渎，这才是重点。因为对犹太人来看，无啥物代志，阁比维护圣殿的神圣威严阁较重要。所以，因控告的理由虽然看起来是真严重，但是因无证据来证明因所讲的是真的。
作者路加，伊描写的福音书，特别伫路加福音23章内底有讲因发现保罗即个控告耶稣的时阵，伊彼得倒控告耶稣的时阵讲，我发现即个人就是指耶稣，伊煽动阮的同胞反对阮罗马皇帝来纳税，伊阁称家己是基督是王。所以保罗即个时刻，伊所受到控告的即个罪名，甲耶稣基督是共款的。伊是一个煽动和制造动乱的即个人，就是讲对犹太人，伊就是咧做作乱的人啦。所以，但是因无任何的证据。咱嘛知影保罗伊的背景，伊是一个受过真严格法利赛派的教师的训练，所以伊要为家己来辩护，无任何的困难。所以保罗针对律师帖托罗伊的指控，伊提出一个反面的证明。伊对耶路撒冷，登去到耶路撒冷，到伊互人掠，到送到总督，拢总12天。若阁扣除迄个等待开庭的5天了后，其实伊伫耶路撒冷城只不过敢若7天的时间。这7天的时间，伊毋是袂当自由的伫外口拍走，伊受到遐个军队的兵丁的保护伫咧。所以伫遮尔短的时间，若用咱的逻辑来看，伊敢有法度煽动遐侪人呢？而且，咱若对头前咱读的《使徒行传》，咱知影，保罗伫迄个时阵，伊伫耶路撒冷的圣殿咧修一个洁净的礼仪。所以，伊修即个洁净的礼仪，嘛会当对圣殿咧服侍祭司的遐，会当得到一个答案。所以，保罗伊提出问题的真正的重点是，伊承认家己所信的，就是这个人控告伊是异端，这是犹太宗教领袖因所看的异端。其实，使徒保罗甲因相信的是同一位上帝，甲因祖先亚伯拉罕立约的上帝，所以这嘛是旧约所启示的上帝。当时犹太宗教的领袖讲伊是异端信仰的时阵，保罗的回答是安尼。保罗回答是：我所敬拜的上帝，甲恁所敬拜的上帝。我所用的圣经，甲因所用的是完全同款的。那呢，保罗为什么互因所控告呢？因为保罗搁一届提到毋望死人过活的问题。这个更较重要的是，保罗讲，这个毋望嘛存在伫犹太人的信仰内面。死人过活是法利赛派犹太人因所坚持的，因要为着这件代志，甲撒都该派的人发生真严重的辩论。但是保罗伊讲，无论是好的也是歹的，拢要过活。这是保罗伫记载中间，伊唯一提到好人歹人拢会当过活的经文。但是咱要注意。遮所讲的好人甲歹人要过活，其实是要指着讲对死了后要接受的审判的意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当保罗伫艰难困境的中间，伊所坚持这种信仰的核心重点是，这个真重要的价值就是咱相信耶稣基督。就是咱军队耶稣基督这个共同的愿望，这个死佮过活的耶稣所带来的愿望，这是真正的重点的所在。因为相信过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愿望，相信人将来拢会接受审判。所以保罗讲，伊保持了一个真清白的良心，就是伫伊的内面。这个内面指着是伊的灵的内面，伊无任何的白贼，伊无任何的诡诈，
欺骗的念头。每一个人拢爱面对上帝的审判，除非迄个人无相信上帝。若是有相信上帝的人，一定会知影有一天咱要面对审判人心的上帝。所以咱看到保罗，伊伫宣扬福音的事工顶面，伊是一个完全奉献家己的心志。这个心志影响到每一个世代跟对耶稣的人，影响到奉耶稣基督名所设立的教会。最近我毋知大家有发现，咱的周围有一间健身房要开始开幕啊无？有吼，因为开始咧也未咧装潢进前呢，伊就插旗仔伫遐，要互众人拢知。然后呢，开始分一寡宣传单。昨也是昨日，我阁发现，伊阁请迄种发财啊车，伫咱边仔一直咧踅，咧放送，讲因要开幕啊。伊邀请人会当去，毋那是安尼。当我行为咱目沙路顶面的时阵，因有人徛伫路口，摕着迄讲，哎，你要登记无？因咧宣扬，因咧讲着宣传，因咧讲着因的即个健身房要开幕啊！伊要邀请人入去因内底去做运动，互因的身体保持一个健康。我想，咱若咧宣扬福音的时阵，咱若有亲像即间健身房咧做宣传的广告的即种行动的时阵，咱将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，咱将即个过活个望，透过即种方式来互人知的时阵，咱毋是要互人的身体得到健康。咱是要互人领受到福音的好处，咱是要互人的灵内面得到平安，咱是要互人真正明白生命得到救赎。那呢，当将来咧面对上帝、面对审判时阵，会当知影家己所追求的这永远过活的生命。伫咱生活中，侪人。咧为着因家己，为着因的工作，咧做食的代志。但是咱为着福音的工作，你愿意为主做工吗？当保罗搁一届徛伫人的面前，为主做见证的时阵，其实保罗毋是伫会堂顶面，毋是伫讲台的顶面，保罗是伫咧困北的中间。保罗为主做见证的道，是见证的是死佮过活的道理。所以咱为主做见证，其实咱无需要有人来邀请咱嘛无需要有人真看重咱，因为咱伫平常时的生活中间，咱伫菜市啊，咱伫公司，咱伫学校，咱伫坐公车，咱伫行路，咱伫任何的时刻。任何的所在，咱都会当人来讲耶稣基督过活的信息。迄个机会其实拢在伫咱每一个人，你有愿意也是无愿意。所以当保罗伊面对家己互人掠，而且送到腓力的面前的时阵，伊的辩解中间，伊特别讲到家己。伫圣殿中，伊敢若行洁净的礼仪，伊无做任何歪错的行为。所以保罗伊为着家己伫圣殿献祭时，伊讲有人会当替伊来证明，但是大祭司若无替保罗来说明，伊阁指出控告保罗伊违反。处事的这代志，那来看，大祭司已经违反了、违背了伊家己应当做的代志。但是这看起来敢是大祭司，总是真正的问题是对外面来的这犹太人，因为保罗伫传福音的过程中间，咱伫使徒行传中看到定有人甲伊
咧作对，无论伊去到倒位，拢有一阵犹太人跟对伊。咱会当看到伫帖撒罗尼迦、比利亚、哥林多、以弗所，侪所在，拢有犹太人看伊袂得。特别是保罗咧传讲耶稣基督国外信息的时阵，因超过伊，互保罗咧传福音的时阵，因伫边仔咧煽动遐的群众，互因有一寡动乱出现。但是保罗真清楚知影，遐人是因为伊咧传扬耶稣基督国外信息才甲过的，因为连法利赛人拢相信有国外的代志。犹太人大部分嘛拢相信死人会过活，但是因为保罗去传扬耶稣基督过活的信息，上主要原因是，这阵犹太人因将耶稣钉伫十字架顶，所以因也同意了保罗讲耶稣基督过活的代志，那呢就是承认因做了上无应该做的代志。将上帝所差派来的使者、救赎者杀死啊！所以这阵犹太人无法度接受保罗所传扬的信息。但是伫迄个时刻，基督国外的消息已经传遍每一个所在，所以无论是耶路撒冷，也是周围的四国所在，拢已经有基督徒咧组织。咱若看到历史的背景中间，这个总督腓力，伊的家己的某嘛是犹太人，所以伊确实知影保罗是无罪，伊知影保罗是互人诬告的，但是伊犹原将保罗关伫监狱的内面。咱若看到保罗继续互人关伫监狱的内面，拢无任何的答案，无任何的结果。但是咱换一个角度来看。咱用上帝眼光来看，咱会了看到保罗互人关的这2年中间，伊犹原为主做见证。所以保罗无论是徛伫耶路撒冷城，也是伫总督腓力的头前，伊拢强调家己伫上帝甲人的面前，常常保持一个清白的良心，伊随时听候上帝审判的态度。伊实践了信仰一种基本的功课，所以保罗互咱看到的是，一个人会言行举止，拢是咧面对着上帝的审判。保罗伊无隐瞒，无欺骗，完全呈现伫上帝面前，也就是用真实的心来到上帝面前。咱每一位正做耶稣基督的信徒。咱嘛应该有这款的信仰的态度，那呢，咱就无法度真正来面对上帝啊。咱若去拄到一个会欺骗的人，会讲白贼的人，伊若甲你讲，我的心中有上帝，你敢会相信吗？你会当安怎甲伊回应呢？所以鼓励咱正兄弟姊妹，咱常常伫咱的生活中间。咱通过上帝的话语，互咱徛伫主的面前，咱随时备办家己，咱看家己所讲的、所行的，毋是要为着别项，是要为着宣扬耶稣基督。总是咱每一个人，拢毋是完全的人，咱毋是真完美无瑕疵的人，就是因为安尼。咱搁较需要倚靠来对上帝来的恩典，咱搁要倚靠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咱来倚靠信心的扶持，互咱伫任何的艰难困苦的中间，互咱伫咱真平顺得意的环境的内面，咱会当坚守同款的愿望。这个愿望就是耶稣基督国外的信息。耶稣基督。国外的愿望，对过去、现在、甲未来，每一个世代拢会当传扬落去。所以咱看到，当保罗咧面对生甲死的这个时刻的时阵，伊无因为指挥官有权会当家己放伊离开，
伊就无搁讲耶稣基督过活的信息，伊照常共款咧论述耶稣基督。伊为着是借着这个机会，咧见证福音的信息，要互大家听。保罗无放弃伊任何传讲的机会。那呢？当咱每一个人讲我愿意跟对耶稣基督的时阵，那伫信仰中间，你甲信仰的前辈，你甲教会的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所持守的是同款的愿望吗？耶稣对保罗的呼召，保罗所坚持传讲的，你愿意伫任何的时刻、任何的环境，去宣讲保罗所讲的耶稣基督吗？当你决定要去实践、要付诸、要有行动的迄个时刻，我想你袂孤单，因为有甲你同款愿望的人，会甲你相同行。咱是一个群体，咱是有一个同款的愿望。咱伫耶稣基督的过活内面，咱继续传扬主耶稣基督过活的好消息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伫你的面前，愿感谢你。当阮伫你的面前，愿领受对你下来恩典疼痛。当耶稣基督为阮钉伫十字架顶死佮过活，这诚做阮伫信仰中间真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价值。愿主你帮助阮，互阮领受这个恩典，阮就爱去互人知，互人明白了解耶稣基督上帝疼痛。愿主你帮助阮，互阮有勇气、有气力、有能力、有智慧，互阮伫阮所徛的环境的中间，阮人来诉说你奇妙伟大的恩典。愿主亲身引带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三角来吟诗，圣诗226首，咱着感谢上主至大。圣诗226首，咱着感谢上主至大。咱着感谢上主至大，做咱拯救石盘。大家着来到伊面前，出声呼噜无停。请起立吟全首。
下面咱三个来奉献。下面我来报告，报告头前，咱来念咱的经句，诗篇。咱的经句，咱我的困上定着心里的律例，诗篇150，愿我的困上定着来守你的律例。诗篇150。主日的圣工分摊，敬请我省略，领唱赖群如、司礼林宗豪、司琴庄怡玲、献诗圣歌队，司献是张锦伦、柯玉佳，交代是张锦伦、田宣豪。音控是周明祥甲张信群，广告经理是李传道。拜三查经祈祷会，题目是4名经历主，经文马可福音第10章40、60甲52节。主理周明祥执事，司会是谢义宏执事。主日的台语礼拜是。主理是李传道，经文马太福音18章23到35节。题目：输我食，输我穿，输我欠钱，看钱毋免还。教会消息报告。第一项是感恩节的活动，咱
11月23拜六，咱有感恩节活动，咱有3个重点。第一点是，咱有一个圣诞节的点灯的仪式，伫咧教会中中庭遐。啊，第二点，咱过来有感恩节的爱宴，咱需要咱一家爱出一道菜。啊，旧堂是有迄甜的甜食的专区，咱会使去1楼来登记，咱要出啥物菜。啊，第三个活动是，咱有一个爱宴了，有一个见证的音乐会伫礼拜堂，咱的主题是跨越时空的敬拜，咱欢迎咱的兄弟姊妹来参加。啊，隔天的礼拜日的感恩节联合礼拜，咱就是无华语的礼拜。第二点，2025年明年的事工研讨会资料爱有备，咱各团契爱开始有备迄研讨会文字报告甲 PPT 的资料爱交互干事，咱截止日期是伫10月30号。第三，咱停车场使用人的资料爱更新。伫咧 B2 的停车场有用使用的停车场的人，礼拜后会使去1楼确认迄个你的资料有正确无。第四点，咱的圣诞节、感恩节的筹备小组要开会，伫本主日12点30分伫地下1楼召开。第5点，咱的奖学金申请通过啊！国中吕新妍、郑子琪，高中许伯恩、张信仪、陈佑熙，大专许承恩、黄慧谦、林崇慧、林崇珍、张丁显、张约典、张赫，硕士生林义文、朱月璇。咱伫10月27台语礼拜来颁发咱的奖学金。第6点，诵读圣经活动，咱教会伫咧10月27下晡1点到3点，咱有伫咧遮礼拜堂要举行诵读圣经的活动。咱伫第5页有咱的活动的顺序的人的出场的顺序啊。第5页。好，第7点，咱恭喜蔡依婷姊妹伫10月14日有生一个查某囝，咱恭喜周医生兄弟甲蔡依婷姊妹，愿主来祝福。2025年的团契当有改选，上联团契会长曾美霞，副会长邱电团，书记陈颂娥，会计陈秀静，灵修卢道安，关怀陈美凤，音乐廖秀兰，康乐是李胜荣，咱敬拜团的团长廖祖英，圣家队的队长是郭金敦。第9点，洗礼前的信用课程是上课伫10月27、11月17、11月24，上课的时间是下晡1点到3点。咱11月1号要洗礼的人，咱来欢迎咱来报名，咱有要洗礼、更新礼、无都有，拢会使报名来参加。好，以上有新朋友介绍。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啊，今仔日有2位新朋友是大高兄的查某囝甲伊的囝婿，对美国来，真起立，互阮欢迎。
欢迎，谢谢，谢谢。欢迎。下面咱来做伙来请安，来做平安礼，咱来唱《咱拢正做一家人》。咱游玩听着来唱煞尾本的诗，圣诗394首，即时礼拜特别煞，今时煞，咱请柯牧师甲咱祝祷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，
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甲盼望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伫地，最直接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别倒。